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李威廉遜尋日出席民主黨紀律委員會委員劉慧卿主持嘅網台節目《Chat DP with Emily Lau》，談及本港新聞自由現狀。李威廉遜表示，佢曾經向會員派發問卷作調查用途，不過只係收到69份回覆，佔會員總人數嘅2成。同18個月前上次問卷調查相比，今次有62%受訪者表示工作環境變得更差。62% said they thought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for the worse. 62% said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had changed for the worse since the last survey, which was 18 months prior. And 18 months ago, we had a similar number, 60-something%. 目前本港市民出現逃避新聞現象，又有閱聽人為咗避開新聞中嘅政治宣傳成分，選擇收睇外地主流傳媒或者本地在野派系嘅網媒。被問到會否認為網媒滋養民粹主義，阻礙香港民主發展，李威廉遜就話：新聞工作並無議程，純粹令民眾知情，而令人鍾意政府或者唔鍾意政府，並非新聞工作嘅方式。蜂巢電視記者烏力維文報導。